好，今天是2005年4月16号，藏文课是第38次。先把那个前头稍微复习一点啊，翻到65页下半页，开始啊。萨贝诺尔尼，整鸡蛋，南西咸给，绝板根，若浪竹贝，戳眼呐，托马儿竹包，撒瓦儿根。这个是你没听是吧？好，硬跟着学啊。参赛地尼，云米撒瓦儿，给别国，龙瓦儿狗给，可送了，提米，龙西汤，开对的呢。马姜米翁巴儿狗，内马银贝，曲茶呢，他们借给你，国瓦儿狗，麦姓龟娃，狗班呢，群着那样，可瓦给。七八七单，血狗干，怕配不狗吧，米西多，这拉拉你给，拉拉你婆，拉拉给俺，云巴儿狗多。上节课就学到这儿了，咱们稍微的把语法复习一下啊。上节课学的这个语法就是现在是用这个自主动词表示不自主的动作，就是自主动词本来是那个意思是说主语对这个动作呀是可以控制的，这叫自主动词。但是有时候呢，那个它这个有一些动作呀，有一些这个动作的结果呀什么，不是实际上它这个主语啊，就是并不能控制，就是好像有被动有必然的意义。这样的话呢，有时候呢它也用自主动词，然后加一些词尾来这个表示呢，就是这个事情呢不完全是由那个主语控制的，有一定的必然性。哎，你看这个就65页这吧，咱们看第一句，它这种表现形式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时或者未来时的自主动词加上一个巴日给尔，给尔是什么意思呢？给尔是变成形成，就是说客观形式啊形成这样一个结果，哎，不是完全由主语能够控制的。它这个给尔变成什么样子，形成什么样子，它就带有这个就是客观形式使然的意思。然后这个否定式呢，它是米加上这个现在时，然后后边还是这个，说为什么要加现在时不加那个就是那个为什么要就是强调加现在时不加这个像前头有未来时，为什么不能用未来时呢？因为这个否定式它是否定的是什么呢？不让你做这个动作，它就是说不让你做这个动作，就是只强调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不强调这个动作的时态。哎，所以呢它就用个原形就行了。你比如说第一个说你攒的钱你要是不用的，那就好像蜂蜜一样，蜂蜜那个蜜蜂酿了蜜之后呢，它是被别人享用的，是被蜂王啊什么享用的，它自己那个就是它积攒的那个蜂蜜它享用不了，总有一天被别人用。这个呢不由这个蜜蜂自己控制，带有必然性，带有客观使然的性质，所以呢他用这个就是在那个倔本来是一个自主动词，就是享用，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我去享用还是不去享用。结果带一个巴日给日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被动的、必然的，不由他自己控制的。你攒了钱之后你不用，总有一天被别人用，
被动客观使然，所以它加一个巴尔给尔就成了一个，记住就是必然形成这样一种情况，有这个意义。像下边那个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选择伙伴没选择好，结果呢你自己就会被吃掉，这也不是他自己能控制，不是他自己这个意愿使然，是这个客观造成的。所以说巴尔给尔就是你前边做了那样一件事，选朋友没选好，后边就必然形成这样一种结果，所以它这个叫自主动词表不自主，就有这种含义。再翻过来看第三个句子，他说这个婆罗门呐一定会来要这个国王的头。他为了表示这个就是说这个不管你是国王还是什么，就是说你没法控制这个，他必然这个就是客观形式因缘使然，他必然要来要，有这个必然被动这种意义。下边那个也是说你去要他眼睛吧，如果他给了眼睛了，军队就不会来了，也是如果满足了前边那个条件，这个形式就可以造成军队呢就不发过来了，都是有这个就是被动的那意思。这就是用那个自主动词表不自主的那个意思。像下边一个也是说你要是自己的性格掌握的不好，太温顺了，就会被人善被人欺就会形成比如形成一种什么呢？谁都能使唤你，它不是由你的意愿主语的意愿能决定的了，所以它这是一种这个形式。下边那个呢语法意义一样，还是说用自主动词表不自主，只是那个形式呢变了一点，就是变成什么呢？变成那个给日的过去式，前边那个给日带阿沃的呢是那个现在时，现在这个不带阿沃的是这个比如说意义完全一样，还是形成什么变成什么，但是呢它是过去式，这样呢就表示这个过去的事情。像第一个句子说如果要是有人这个教你又这个护送你，那个居瓦是护送，就是你实践的时候又有人指导你，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你看那个比如巴是过去式，就是说如果这样做完了的话，那这谁都能懂，他就是强调这个完成，如果有这两项都给你做完了的话，没有人不能懂的，就这强调这个意思。下边一个是也是这也是那个喂养的过去时，不管你怎么喂养，也是表示这个喂养的动作完成，就是你完成这个喂养动作之后呢，他也不会安静下来。下边那个有的鬼呢晕了，有的鬼昏了，有的鬼呢发出哀叫，这些呢也是这个就是说不是由他这个主语能够自主控制的，是客观使然，是别人使他弄成他这样的，使形成了这种局面，都有这个意思。下边是最后一种这个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呢也比较好识别，也比较常用。咱们来看最底下一行，66页最底下一行，现在时和过去时加个什么呢？巴日效己，这回不是形成了巴日效己，或现在时加巴日给肉己。巴日给肉己呢跟上边呢那个第二种有点相像，但是最后多了一个记，多一个记就成了什么呢？这叫命令式语气词，多一个记就变成了命令式。命令式呢命令式的主要意思就是说让对方做什么，让对方做什么。这个命令式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前边这个表现形式，不加给加效也是命令式的一个语气词，也是就是说希望你做什么，请你做什么，命令你做什么，就是但愿你做什么，都是让对方做一个什么动作的，那个做的动作在前边，后边加巴日效己巴日给肉己，这是一个叫你看后边表示祈愿或诅咒。祈愿呢就是你发愿，你可以用给肉己效己。诅咒那就是骂人，就是愿你怎么着怎么着，也是这个都是这个命令式来表现形式。咱们来学这个下边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
一看这种形式就很好判定，一看这就是在发愿，或者是在诅咒别人，或者是在这个命令别人，或者在请求别人，都是这一类性质。这个呢是这个咱们前面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长者的正妻呢，他这个不生育，后来有一个这个那算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结果呢他就把那个儿子给害死了。害死之后大家怀疑是他就为了表示不是他害死的，所以他就发了一个誓。结果呢到那个佛陀那一世呢，他那个就是造恶的因缘全部成熟，就按照他这个誓呢组合起来了。这就是他当时发的那个誓，咱们来学一学啊。这里头全是血迹，全是这个但愿如何，但是他就是诅咒自己了，他是。咱们来学啊。亲妹女呢，亲妹女呢，好。亲妈，这个亲是大，妈是这个那个就是女性的那个词尾。这的亲妈呢就是正妻，就是俗话说就是大老婆，就是正妻正房，加上一个仨是句格，它是主语，亲妹。女呢，这个女这个女是什么意思呢？女是这个什么？不是别猜，记住啊，这个单词啊自己别猜意思，猜意思容易形成一个第一印象。到时候那个实际一查字典呢，不是那个第一印象会扰乱你，所以一定不要猜。那个就是查字典之前啊，不要这个想，记住这个经验教训啊。你第一印象特别重要，有时候你加一个错误的印象，一想就先想起那个来，很不好办。这个女是什么呢？是诬赖，一个言字旁，一个巫婆的巫，一个公字儿一边一个人字儿，诬赖，歪曲，言字旁一个那个公字儿，对，公字儿一边一个人字儿，那个诬赖，耍赖的赖，诬赖，歪曲，歪曲，主要是这个意思。诬赖歪曲就是诬陷别人，还有这个争辩、纠缠，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啊。其他那个意思你也可以引申出来，也可以不记，主要记住就是诬赖歪曲。乃，咱们说过，乃呢最普通的意思是以后，但是它也有什么呢？从什么当中，通过什么？这就是正妻是主语，它通过诬陷，通过歪曲，通过这种形式呢，他来说话。就是说本来那个儿子是他害死的，但是呢他说不是，是别人害死的，这属于诬赖，属于歪曲事实哈。他通过耍赖，你看下边那个译的呀叫耍赖，就是说耍赖不承认，就是通过耍赖这种这个就是这种形式呢，就是这咱们硬从语法就是讲这个赖，就是从这种心理出发，或者从这种这个状况出发，就是从耍赖从歪曲的状况出发，也就是下边译的很好，就是他耍赖，正妻耍赖。底盖界拿婆若，底盖界拿婆若，底是这，盖是话，戒是说这样的话，说这些话。哪些话呢？说这些话一定是在后边的，是吧？说这些话就是指后边要说那些话是指这个前边说过的话。说他耍赖呢，说这些话，然后呢后边那婆若，那读这个高声高调平调，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誓言，那就是誓言，很简单，那是誓言。然后婆儿是什么呢？婆儿是剖弃，剖弃，婆爬婆，婆儿剖弃，舍弃，
哎，就是扔出去，哎，舍掉，对，抛弃。这两个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抛出一个誓言，就是撒出去了，就好像咱们汉语说呀，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就是你发一个誓啊，就好像把水给泼出去一样，就是发誓的意思，就是，哎，就表示这个誓言不是随便说的，誓言你一出去，这就扔出去了，回不来了，这很形象，所以是拿婆若，就是誓言给扔出去了。好家伙，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就这个意思。整个这句话，你看咱们来看啊，主语是正妻，他耍赖，正妻耍赖，这个耍赖就成了一个状语，就是他那个耍赖的说这些话啊，状语耍赖，然后是发出誓言说了这样的话，哎，它译起来就比较简单了，译起来的就说正妻耍赖发誓说啊，这就那个汉语很简单了。但是它的藏语，你看它的意思啊，就是正妻耍赖，他这个就是用耍赖的这种态度发誓说了这样的话，哎，这是这一句啊，咱们往下看。扩灭缺底仆，扩灭缺底仆，扩灭缺底仆，扩灭缺底仆。扩摸是女性的说自己，哎，我自己，哎，灭就是加句格，就是主语，我，却是你，给仆是你的儿子，你的我对于你的儿子做什么呢？塞巴尔给那，塞巴尔给那，塞是杀死，巴日塞巴这是一个动词，巴日给就是带有自主动词带有不自主的表现形式，就是说拿是如果我要是由我杀死了你的儿子，而且这个杀死他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被迫杀死，就是说万一就是说那个他这个杀死还不是说我主动的想那个就是杀死，你看他这个说话是有这个有余地的，就是说如果是我杀死你儿子，他这个杀死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自主动词表不自主的形式，就是说某种形式造成我被迫杀你的儿子，它有这个含义。八日给日，孝吉是发誓发愿，是祈请誓，明白了吧？孝是命令式的语气词，孝吉两个都是命令式语气词，是请对方做什么。现在啊，这个八日给日，咱们说过是用可以把自主动词变成这个不自主的形式，就是说杀本来他如果说如果是我杀你儿子，不用八日给日，这个性质就很恶劣。比如说，如果我是故意去杀你的儿子的话，哎，对他这说的是，就是说，万一就是说是，当然不是我杀的啊，万一如果要是我被迫，是吧？把血本给就是某种形式造成我，比如说被迫不小心什么把你儿子，包括这种情况的发言发的很那个。一个是比较狠，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话说的是还很那个很有那个分寸的，哎，就是如果是我被迫的把你儿子杀了的话，哎，这因为他们都是算那叫什么呀？这叫那个就是老婆们之间叫什么叫姐妹啊？叫就是说他有这个关系，就是说都一块儿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哈。他不好意思说我杀死你的，哎，就是说如果我就是意思什么情况不小心哎是我弄死的话，哎这样。就是说他不承认，哎，承认，但是你非得要说我，那是不是有什么背景？他就是不是，他是他根本不承认，然后别人就怀疑他说就他去了，说很可能就是他杀死的，然后他就发誓说如果是我杀死的呀，让我不得好死，就是用怎么就是发这个誓表示。不是自己杀死的，哎，对对，耍赖嘛，就是他不承认，就是那没法承认，一承认呢，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啊，他这个
他后边看他发，如果是我杀死了你的儿子的话，下边啊，阔摩给瓦他们戒毒，阔摩给瓦他们戒毒，阔摩还是我给瓦给是生，两个意思，一个是生出来，一个是生长起来，就是从无到有的升起生出来是 gay， 然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从小到大生长起来也是 gay， 两个意思。gay 吧表示什么意思呢？它有一当成名词用的时候啊，就是一生一世，人的一辈子，就是这个用这个生连生带长合起来，一共就代表人生的一辈子。他们戒呢，就是所有一切。如果是我杀死你儿子，怎么样呢？发誓说，我在所有的生中，你看图是在什么当中哈？在所有的生中，就是在我以后的生生世世里头，他们都相信轮回了，就是在我以后的所有的生中，不管转世到什么地方啊，会发生什么事呢？扩灭 Q。阔摩是我，阿 K 故一是的我的 Q 丈夫，就是说在我以后的生生世世里头啊，我的丈夫会怎么样呢？举独背，举是蛇，毒吧是毒，就是那个有毒的、恶毒的、凶狠的、恶毒的，就是一个那个很毒性很大的词儿了，就是毒蛇，就是有毒的蛇，然后加一个撒就成了什么？蛇就成了句格，是吧？就是我的丈夫呢，要背蛇，要用蛇，要背蛇，怎么着呢？塞班效绩，塞班还是杀死。我的丈夫要被蛇杀死，效绩两个都是命令式的语气词，这就是发愿了。我如果杀死了你的儿子，让我在以后的生生世世当中，我的丈夫呢，都让他被蛇杀死吧。他不是愿，他是让，让，因为他不愿意，他就是客观的，就是如果我做了这件事，以后就让我那个嫁给丈夫，这个丈夫就被蛇杀死吧。这就是一种祈愿诅咒啊，这就算诅咒了，诅咒，不是那个祈愿了就，我的丈夫被毒蛇杀死，效绩就是让我的丈夫被毒蛇杀死。接着来，普喜约那样，普是儿子，喜是不定指代词，就是任何一个儿子，只要有儿子，约那样就是如果有一个儿子的话，如果有了儿子的话，阳是也，如果有了儿子，他是有丈夫他有时候有儿子，有时候没儿子。如果他那么多人看着他了，他当时也是被迫的，他也不愿意发。那么多人看着他，这个很丢人的事儿，所以死活不能承认，所以就要发的这个狠一点。说如果有了儿子的话呢，也怎么着呢？为什么带也呢？就是丈夫要被蛇杀死，这个儿子也要怎么着呢？看后边啊，去开瓦塔，秋是水，加撒是句格，被水，开挖是带走，是吧？带走，唐那就是这个河还没完。如果有了儿子呢，也要被水给冲走，水带走你就直接翻成冲走就完了，然后后边啊，这个还没完，光被水冲走还不行，还要发说这个将给撒瓦尔效绩，将给是狼，将给是狼，这个江波是狡猾的、精明的，
哎，这个狡猾的精明的把后边那个包去掉，就这个带一个带一个鸡，就是那个的了哈。狡猾的精明的就是狼，其实狼也挺狡猾的啊，这个可以连起来记。将鸡呢也加一个撒，也加一个句格，背狼撒瓦就是吃，撒瓦是小指。如果有了个儿子呢，会被水冲走，就让他被水冲走，让他被狼吃掉了。还要接着发，还有他自己说可灭驴干，我的身体也，这是前边丈夫也要被杀死，儿子也要被杀死，然后我的身体也怎么样呢？是熏包日图日度，熏包日是活活的，土日咱们学过了是坟墓是吧？哎，土日坟墓，土是在坟墓里头，或者是往坟墓里头，现在就是往坟墓里头，因为后边跟着一个动词是就井，就是这个放进去，就是放进，哎，就是放进去。经是和，就是这个和就是后边愿还没发完，咱们先看前面这个愿啊，说我的身体也要怎么着，就放到坟墓里头。放到坟墓里头是怎么放到坟墓里头呢？是熏包是活活的放到坟墓里头，就是活埋它，活埋，我的身体要被活埋。经后边看啊，皮下撒瓦尔小鸡，仆是儿子的肉，虾是肉，儿子的肉，这不是主语了，这是宾语了，这没带句格哈。撒瓦尔小鸡吃，就是我不但要被活埋，我还要吃儿子的肉，就是儿子的肉被我吃，就让我我的身体被活埋，让我吃儿子的肉。最后一句啊，戒麦索，这个戒呢就是说，就是标示前边是他所说的话，就好像一个引号一样。后边这个麦就是说的这个过去时，就是说了，说完了，说了上边的话，发愿发誓说了上边的话。这句话大概是咱们学了到现在是最长的一句了哈，咱们来重复一遍啊。而且今天我讲的有点快，今天咱们争取讲快一点，咱们来联系一遍意思啊。亲妹是带句格的主语，就是正妻。正妻的女呢，就是他用耍赖的这种态度。底盖界就是说下边的话。那婆若就是这个抛出了誓言，就是发了誓你为什么要用抛出？意思就是说誓言都是一发出去，那就是不再收回的，就表示很郑重的意思。后面我却给仆有我这边比如呢，如果是我被迫杀死了你的儿子，这个塞班给它带有不自主的，就是说被动的，就是说万一是我就是不小心怎么造成杀死你儿子的话，就是说这个还是绝对我不会故意的，就是说即使杀死也是这个不自主的，是这个被动的啊。如果万一是我杀死你儿子的话，后边后面必挖他们戒度，就是我在以后所有的生生世世里，后面我的丈夫举毒被塞班小姐，让我的丈夫呢被毒蛇杀死，其实就是被毒蛇吃掉，或者被毒蛇咬死，对，一般被毒蛇咬死，毒蛇吃不了人，大蟒才能吃了人。
仆系曰那样，就是说，如果有了一个儿子，有了儿子呢，他这个儿子不止一个啊，就是某些也会怎么着呢？被水冲走和被狼吃掉，如果有了儿子，也让水把它冲走，让狼把它吃掉。我的身体呢也会被活活的埋到坟墓里头，还让我呢吃儿子的肉。戒麦所说了上边这些话，这个咱们再来读一读这也再强调一些语法。这一段的语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发愿，那个起始式，这个命令式呢，它有很多意思啊。命令对方做什么，请求对方做什么，发愿做什么，诅咒做什么，都是这个孝己给尔己，都是这个，很好认。一看孝己给尔己，这就是命令式。咱们来读一读啊。亲妹嫩呢，亲妹嫩呢，底盖界那婆若，底盖界那婆若，扩灭却给仆，扩灭却给仆，塞巴狗呢，塞巴狗呢，扩灭给瓦他们戒毒，扩摩给瓦他们戒毒，扩摩给瓦他们戒毒，扩灭扩灭局毒呗，局毒呗，塞巴小姐，塞巴小姐，仆系约那样，仆系约那样，去开瓦堂，去开瓦堂，将给撒瓦小姐，将给撒瓦小姐，扩灭驴干，扩灭驴干，寻宝儿徒儿都究竟，寻宝儿徒儿都究竟，皮下撒瓦小姐，皮下撒瓦小姐，戒麦所，戒麦所。好，这学了一句。这种语法形式，这个很好认的啊。一看它那个，因为它那个标志很明显，要不就是孝己，要不就是给尔己。咱们再来一句啊。俺卡尔盖卡尔盖，俺卡尔盖卡尔盖。这个俺是我，卡是这个任何啊，无论任何，这地方就是指地方了。它卡可以指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事物。这个地方，这个然就是拉丁，就是后边 get 是生的那个过去时，加一个啥是过去时，生到任何地方。那个然就是一个那个地点余格了。我升到任何地方。重复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升到什么地方，升到这个地方，升到那个地方啊，不管升到什么地方，这都是发誓的。这个诅咒的时候，那个说话是狠啊。咱们再读一下。俺卡尔盖卡尔盖讲，俺卡尔盖卡尔盖讲，我无论升到什么地方都，那将就是也会怎么着呢？开膛拆的，开膛拆的，开是你，这个他在这儿呢也可以表示复数，表示你们。膛拆是相遇是吧？会合相遇碰见面，遇到。这个不管以后我生在哪里，也都要和你们相遇，也都要碰到你们。这就是这个结束词了，也都要碰啊，不是结束词，是那个停顿语。
就是那个中间的逗号顿号，哎，这个得后边啊，不光碰到后边还有话了，主要是后边这个话，说开讲哎，开讲哎，你们也哎加上句格就是背我，你们也要背我，背我干什么呢？血本消极，血本消极，血是这个跟前边那个赛是一个词儿，血是它的原型是现在时，那个赛本是它的过去时，哎，这个血呢也是杀死。我不管升到什么地方，也要跟你们相遇，让我把你们要杀死。这个班消极就是让我发愿诅咒，哎，就是让我不管让我看他这都根本没有那个就是让我的这个词，翻译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把这个翻译出来，没有翻译的。实际上他这个消极就是说嘛，让我以后啊不管生在什么地方都碰着你们，然后呢把你们杀死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消极一般呢要翻出来，要翻一个说愿我如何，让我如何，让你如何，反正他一般是这儿呢他不翻，他直接因为这个意思很明白，就是发一个恶誓，就是咱们再把这个意思再贯通一遍啊。我生在这儿生在那儿，不管生在哪儿也和你们相遇，你们也要被我杀死，哎，就是这么一句话。咱们再来读一读啊。俺坎儿给坎儿给讲，俺坎儿给坎儿给讲，开膛拆的，开膛拆的，开讲哎，开讲哎，血本消极，血本消极，都是这个发愿啊。最后一句看一下啊，这个发愿也挺狠的啊，这是诅咒，这不是发愿啊。这个说给包客，给包客，国王你罗就你给帕尔多，罗就你给帕尔多。这个读是一个时间语格，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头，在什么时间里头呢？罗是年，罗是年，就是十，你是12年，12年的帕尔度之间，在12年之间，哎，在12年之内，在12年里干什么呢？米虾巴西，米虾巴西，这个咱们都能认识啊。米是人，虾是肉，巴西是唯一，单单的唯一的指，哎，仅指，仅指干什么呢？后边还要读完。撒瓦尔丢鸡，撒瓦尔丢鸡，吃什么呢？吃人肉，哎，那不是前边是人肉吗？米虾人肉，人肉它又不是主语，它是宾语嘛，动词在后边，宾语在前边，吃人肉，而且是巴西，就是只吃人肉，不吃别的。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功夫的这个人发的誓吧。大概国王惹着他了，他就或者是国王做了很恶的事儿吧，哈，他就是发这么一个诅咒吧，就是说国王你看给包克罗就你给帕尔顿，就是在12年里，米下巴西撒瓦丢记，让你呢只吃人肉，哎，让你看他翻的叫专吃人肉，哎，实际上就是不吃别的，光吃人肉。这个具体的那个故事记不清了啊，这是发的毒誓，属于诅咒，意思明白了，咱们来读一读啊。给包克，给包克，罗就你给帕尔多，罗就你给帕尔多，
米虾把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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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玩意儿给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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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自主动词表不自主形式的这种用法的命令式。为什么表不自主呢？它就是说，像杀死啊、吃啊，还有什么，都是主语不愿意的。你比如说我的身体被活埋，我的丈夫被杀，都是主语不愿意的。但是呢，由于前边造了一个因，它就必然有这样一个结果，是被动的，是必然的。它就是说，自主动词呢，有时候会表示被动的必然的这种意义，所以它就用一个什么呢？加一个巴日给尔，就是客观造成的，就是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情况，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下边呢，进入下一大类，就是前边讲动词很复杂的变化呀，全部都是自主动词，就是主语可以控制动作的，这个动作呀比较复杂。下边讲第二类动词，就是动词大类，可以分两类，一个是自主动词，一个是不自主动词。下边咱们该讲不自主动词了。自主动词复杂，是麻烦，而且是咱们学动词的重点。不自主动词呢简单，就是比那个要省事的多。就是动词分两大类，不自主动词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咱们说自主动词是主语能够控制动作，不自主动词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主语不能控制那个动作。咱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不自主动词的自性吧，就是什么呢？结果。不自主动词啊，一般是表事情的结果，事情的结果呀，一般是不由主语来决定的。就是说，你主语呢可以决定你做一些事儿，造一些因，但是这个果会不会出现，它是一种因果，就是自然使然。所以不自主动词啊，一般是表结果；自主动词一般是表造因，就是我来做什么事儿。你造了这个因之后，能不能达到那结果，不由你造因的主语来控制。所以呢，结果表示结果的一般是不自主动词。就好像说我听，这是我叫自主动词；听见，这是一个结果。我想听，这由你自己控制。但是你听见听不见，不由你自己控制。一个是造因，一个是结果。所以呢，自主动词跟不自主动词啊，你可以这样来区分。也就是说，后边学的不自主动词啊，全都是表示结果，就是说这个结果出现了，这个结果出现不出现呢，不由你主语控制，有这么个概念啊。咱们把这个话也读一下啊，咱们看67页下边这3行。不自主动词的形态变化，现在转成第二大类啊，就是动词分这么两大类。不自主动词没有命令式，就是说被动的事情呢，你不能说让谁被动的做什么吧，他就是说你主动让他主动的做才能做，所以自主动词还有命令式，不自主动词没有命令式。只有30的变化，就是过去时、未来时、现在时，而30中绝大部分现位通行。就是说不自主动词啊，绝大部分动词啊，现在时跟未来时一样，只有过去时不一样，过去时一般就是后边多一个仨，所以它的变化形式很好记。然后说个别未过通行，就是也有个别的未来时跟过去时通行，就是跟现在时不一样，这是少数。30互不通行的不多，就是说严格的3个都分开的都不一样的不多。从形态数目上可以出现下边3种情况，咱们看它这个表。这个表呢不重要，也不用记，就是熟悉一下它都有什么样的变化形式就行了。咱们来先看第一个，他说形态数呢，有的不自主动词啊，有3种变化形态，这就是最多的了，它不可能有4种，因为就是不自主，就是被动动作，你不可能让对方做一个被动动作，所以呢它没有命令式。3种都有的，咱们看头一个啊，是饱，就是吃饱了的饱了饱，咱们来读一下啊。
嘎嘎嘎，呀读音完全一样。这是在不自主动词里头很少见的，就是什么呢？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时呢，三个都不一样，这是比较少见的。咱们看一下它的变化形态，也根本不用记，你很正常的。现在时是嘎，过去时那个未来时呢，就是前加爬，是吧？前加爬呢，它把撒去掉了。过去时呢，在后加撒，这样的话呢，跟那个就是那个的基本变化规律完全符合的，所以呢，也不用特别记。你一看啊，前边有爬，后边没撒，这就是未来时。一看前有爬，后有撒，这就是过去时。所以像这一类的变化也不用记。这个饱，这个你想这个饱不饱啊？吃不吃是自主动词，是不是啊？但是饱不饱呢，不由你自己控制。你不能说我喝一口汤我就饱了，这不由你控制。饱不饱？你比如说我想吃特别多，但是已经饱了，你吃不下去了，吃了多少还不饱，这都不由。饱是个结果，是不自主动词，所以你就记住，不自主动词呢，它都是表示事情的结果，不由这个主语控制的。注意这个，咱们再解释一下这个词儿啊。一个是吃饱的饱，还有一个意思啊是肥胖，就说这人呐是大胖子，这人太胖，饱它引申出一个胖来，还引申出抽象的什么呢？自骄傲，就是自满，就是饱自满了，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自满自大啊，骄傲，我慢啊什么，一共就是有这些。基本含义是吃饱了，引申出来一个说胖了，然后抽象意义引申成自满了，自满自大了，骄傲了。这是一个词儿，咱们再读一下啊，多读这个最重要啊。嘎嘎嘎，吃饱了啊。这下边看第二个，第二个很熟悉，煮除，前后读法不一样哈。有前加字就不送气发煮，第二个没有前加字就送气发除，不一样。咱注意啊，这个成功啊，完成啊，这个它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上加字有上加字撒，一个是没有上加字撒。有上加字撒呀，是叫这个使动动词，就是主语可以控制，主语可以这个就是不是主语可以控制了啊，就是主语能够做这个动作来使涉及第三者，涉及到这个完成一个什么事情，是就是可以及物的。这个不上边不带撒呢，不是使动了，就成了自动了，就是说是指这个事情本身完成了没有，不是说一个人使谁完成不完成，使什么东西完成不完成。比如我做一个桌子，这就是使动动词。如果我这个说这个桌子完成了没有，桌子是主语，桌子本身完成了没有，那就是完成了还没完成，它是自动动词，主语自动动词。自动动词跟这个自主动词呢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地方它是自动动词，又是这个不自主动词，就是说完成完不成，成功不成功是不由主语决定的，不由主语控制的，这是一个结果，所以是不自主。它的变化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它有前加字啊，有前加字啊的呢，那就是前加字不变，前加字不变，那个未来时就不能加爬了，是吧？所以它的现位就通行了，所以现位通行，这是最常见的。现位通行，过去时呢，它这个是过去时后边没加撒，这个在这个不自主动词里头啊，也是很常用的一个规律，就是什么呢？现在时未来时有啊窝，到那个过去时啊，就把啊窝去掉，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形式。再看下一个，晕，读音是一样的。这个牙一有上加字读平声高调，晕，这个晕是什么意思呢？是病的这个敬语，病的敬语，晕就是生病了，这意思。再一个呢，疼就是疼起来了，生病了疼起来了，这意思。咱们前边啊曾经有过一句，
就是很早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米拉尔巴的父亲被一种那个很厉害的病给这个抓住了。10页哈，第10页最底下这个晕呢，跟那个现在这个晕不是一个词儿，但是发音呢，这个是妞哈，不是一个词儿，但是呢，它有相像的意思。你可以这个用这种记来记，就是上家字仨下边是娘，写就，虽然这个后边是啊，那个后边是拿，但是呢，它们有相像的意思。第10页最下边一句，耶不米拉谢热给参忒妞喜是吧？妞喜就是一种病，这个呢是名词，这是病的名词，也是敬语，这是病的名词。咱们现在学的这个呢，晕是病的动词，不一样，这个都是敬语。这个它的变化形式呢，你看啊，现在是未来时一样不变，然后呢，过去时呢，这个比较少见了，加一个前加字爬，这是比较少见。就是现位同形，过去时不一样。但是呢，现位同形过去时不一样，这种形式在这个不自主动词里头是大量的。好，咱们看最后一个动词，通。通就是看见。这个通呢没有变化，就是它的现在时、未来时、过去时3个呢，就这一个。你查字典去就是这么一个词儿，就是看见，这倒好记。就是看见，就是看是大，看不看由你决定，看见看不见，这是一个客观造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通是看见，是不自主动词。这个看见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一个看见，一个呢觉知，就是感觉到，觉知，感觉到，理解，理解的理睬、评价，它可以引申出一些意思来。最主要意思就是看见。好，这个看了这个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不自主动词的变化呀很少，绝大部分呢都是现位同形。过去时稍微有点小变化，过去时不一样。这个就是变化比较简单。咱们来看一下下边的这个变化的那个它的总结啊。表下边那个不自主动词形态变化所用的手段和自主动词基本相同，其变化规律主要是未来时、过去式前加爬，这个跟那个就是自主动词是一样的，是吧？过去时注意这个不一样啊，前边这个一样咱们就不用记，一样咱们熟悉就不用记，就跟着那个自主动词跑就行了。光记不一样的，过去时前减啊，就是有的过去时啊变化很简单，就把那个前加字啊去掉，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后加撒那个不用记，这个过去时后加撒，那个前加爬后加撒，这个咱们都见过。就是记住这个，有的那个过去时就是把前加字啊给去掉，这是一个特点。再一个就是基字赛擦音变擦音，这个后边咱们讲到那个具体词儿的时候呢，咱们再记。主要就记住就是说不自主动词经常有一种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现位同形有前加字啊，到过去时呢把啊一去。你看咱们学的叫比如是吧？比如就是这样。现在时、未来时都是有前加字啊，这就是比如现位同形。到过去时呢，把啊一去，就比如，主要就是记住这个特点。你看这集中精力记，你就这个也好记住了，也这个印象深。别的都不记，别的它跟那个自主动词一样都不记，就记这个，就是说有的那个不是就是相当多的不自主动词的变化，就这么简单。现位同形都有前加字啊，过去是把啊一去，就像咱们现在学的这个成功一样，好，咱们来巩固这个印象呢，咱们来这个看一些具体的动词啊。第一部分说现在有上加字、后加字为卡、啊、爬、麻。
这4个字母的后边呢，可以加这个再后加字撒，未过前加爬，过后加撒，也就是正常变化。第一种就是正常变化，所以第一种不用记。第一种跟那个自主动词是完全一样，正常变化。咱们来看这个具体的词儿啊。第一个，咱们来读一读啊。啊一有上加字，变成什么呢？高调，变成啊。啊呢后边一有爬，要把啊变成是吧？变成就是整个一个去声，第4声了，往下的。咱们再读一遍啊。正好跟这个饥饿的呢有点相像，这好记。饿了就是咱们看一下它的变化啊，它的变化就是正常，就是什么呢？未来时前加爬，过去时后加撒，所以像这类的都这个正常的就不用记，就是它也可以加前加字，它也可以加后加字，那就正常加就完了。后边呢不能加就不加就行了，就是多熟悉熟悉啊。这个很好玩啊，再来读一遍。饥饿就是看第2个贪婪。贪婪呢读法上也借鉴前边，啊变成了前2个呢都是平声高调是吧？它因为它上加字变成高调了，最后一个呢它后边又再后加字撒，调给拽下来了，所以呢是去声。再来读一遍啊。贪婪。你可以跟这个饥饿呢也可以这个相联系的记。饥饿是这贪婪呢前边跟它一样，把后边这个爬变成麻了，也是这个饥饿跟贪婪也有这个相通之处是吧？所以可以联系着记啊。它的变化也很正常。为咱们那个口诀是怎么编的来着？这个16字诀叫前加爬为，后加撒过。那个命这儿没有，不自主动词没有命令式，所以就光背这2条就行了。也没有那个叫是也没有，所以到省事儿就要前2句就行了。前加爬为，后加撒过就完了。后加撒过，这都是这个正常变化。咱们再看第3个词儿啊。这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第10页那个妞，就是病是吧？这个呢它也是个动词，但是在那儿呢它是当这个名词用的，就是动词名词化。他说被某一种非常厉害的病给抓住了，那个是当名词用的。这个地方呢是动词，咱们来读一读啊。呀也是鼻音，结果一有上加字变成高调，所以读平声，到最后又被后加字再后加字撒拽下来，读去声。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就是生病，但是这个生病呢跟那个上边那个第3行那个生病呢稍微有点不同。上边那个生病呢是生病疼起来了，2个意思，下边这个有生病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减少。妞有减少的意思，这个是上边那个没有的，这是2个稍有区别，都是敬语。这个要是普通人呢就是那个很简单了，就是那个字母叫拿瓦是吧？就是病了，因为病了所以没来，叫拿瓦。这个用敬语的时候就成了妞或者是晕，什么意思？再读一下啊。妞第4个动词是恐惧害怕啊，咱们来读一下啊。读音完全一样。这个那个刚才那个第3个忘了说变化是正常的，前加爬为，后加撒过。这个恐惧呢也是前加爬为，
后加撒过，所以这都属于正常变化，就是前边也能加爬，后边也能加撒，所以按正常变化就完了。这个恐惧也有点这个跟东北不是说的就是那个哆嗦是吧？东北话，所以一的就害怕了，就恐惧了。哎，可以把这个读音跟这个意思联系起来啊，叫嘚瑟是吧？那个东北嘚瑟，嘚瑟，哎，就是跟这个读音联系联系。他说害怕，咱们再来读一下，再来嘚瑟一下啊，的，恐惧，变化正常的完了，下边看变化不正常的。变化不正常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前边不能加爬，有的后边不能加撒。你比如说下边这一种吧，就是什么呢？就是后边不能加撒。你看啊，他说现有上加字，后加字为塔那拉的。塔那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加字不能加撒。哎，后加字不能加撒，因为后加字加撒的只有上边那4种，叫卡嘎爬麻。哎，所以这样的呢，它就是什么呢？未过前加爬，完了，那个就是过去时后边再加撒加不上了，所以它就不能加撒就不加了，少了，就光未过前加爬就完了。这样的话，未过就同形了，就咱们看啊，只是说后加字不能加撒的，再后加字不能加撒的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词儿。头一个是什么呢？是具，哎，这是忘记。这个忘记，咱们来看这个词儿啊，它是塔站，就是后边是塔，塔是后边不能，塔本身就是在后加字，所以塔后边不能加撒。这样的话呢，过去你看前加爬未，后加撒过，后边不能加撒，结果这过去时跟未来时就同形了，哎，这两个就一样。所以呢，由塔扎到省事儿，哎，就是过去时未来时都一样了。这就是一个变化，就是特殊的变化，就是说后边不能加撒。再读一下这个啊，忘记是具，横过来就是咱们刚才在表里头见的那个生病的那个敬语。它呢，咱们看啊，先读晕，都因为那个牙是有这个基字是有上加字的，所以只能读高调，哎，变成鼻音，变成高调。然后这个晕，然后前加爬未，后加撒过呢，它这个拿后边不能加撒，所以呢就变成了过去时跟未来时同形了。下边一个是到达，到达是好读，咱们来读一下啊，爹，哎，它这个读音都一样。它也是什么呢？你看后加字是拉，后加字拉后边也不能再后加字撒，所以呢过去时就不能再加撒了。过去时不能加撒就跟未来时一样了，都是前加爬，所以就只有2种变化形式，就是现在时然后过去时未来时都前加一个爬。这是语法的变化。最后一个字是受伤，读一下啊，内，读音没有变化，都是一样的。拿本来是2声，一有上加字它也是鼻音，所以呢变成高调平声。卡是既变音又变调，哎，变音就是那变成了内，这个变调就是要降下来，所以变成了内。哎，受伤，然后呢损害，就是受到损害。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记个受伤就可以了。咱们来再把它的变化咱们也看一下。它最后是一个塔，有塔的不能和再加这个再后加字撒了，所以呢过去时不能后加撒，它跟未来时呢都是前加爬，它们俩变的就一样了，都是这个类型。咱们再读一下啊，内，这是这个一种特殊，就是后边不能加撒。下边一种是什么呢？前边不能加爬，你看啊，现无上加字，基字不能与爬结合，就是前边不能加爬，
或者呢带有上下加字后呢，也前边就不能与爬加和，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前边如果不能加爬，但是呢后边可以加撒，这是上边是后边不能加撒，前边可以加爬。现在倒过来，前边不能加爬，后边可以加撒。你看啊，后加字为卡啊爬马或无后加字的，他们呢后边可以加撒。现位同行，为什么这个现位同行呢？因为前加爬位，现在前边不能加爬了，所以位只好跟现在是同行了，位就等于没有变化了。过后加撒，就是过去时的后边加上撒，就等于只有一个变化，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就是不自主动词经常是这个现位同行，然后过去时呢，现在咱们就学了两种变化了，一种是把它是前加字啊的发，前加字啊去掉，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变化，就是现位都有前加字啊，过去时把前加字啊去掉。现在有一种什么呢？现位不变，因为它前头不能加爬，所以现位不变。后边呢加一个撒，所以呢有很多动词都是现位不变，都是同行的。过去时后边加一个撒，现在过去时有两种变化了啊，一个是前边把啊握去掉，一个是后边加一个撒。把这一点弄了，咱们休息吧。下边看这个冷啊，冷这个读注意啊，咱们看怎么读啊，啪啪啪啪啪啪，它呢你看啊，冷它是怎么着呢？是这个前边有啊握，所以前边不能加爬，这样的话呢现位就同行了，就是前加爬位就不能变了，所以现位同行。后边能加撒，所以呢卡啊爬马可以加撒，所以后边加个撒。所以很多不自主动词呢都是什么呢？现位同行，这个过去式后边加个撒。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去式也不加撒，前面把那个啊我给去掉，这么两种，记住。下边一个啊，咱们再读一下这个啊，这个不常见这个音，再来啊，啪啪啪啪啪。下边一个啊，这个常见这个常用词啊，戳去。什么呀？愤怒，就是贪嗔痴的嗔恚，发这个愤怒，发怒。这个你看它的变化啊，它是前边不能加爬，因为什么呢？那个咔前边从来不加爬，第二竖行前边从来不加爬，所以呢咔前边不加爬，这样的现位同行。过去式后边还能加撒，所以呢就是前边两个一样，后边加个撒。咱们再来读一下啊，戳去，下边翻过来是疯的这个动词啊，疯了。看一下它这个读法啊，虐，下边是玛雅大是嗲，嗲由上加字读nha，读高调平声，所以读成虐，这是读音。然后变化呢，咱们说过就是那个后边鼻音的前边，鼻音做低字的前边都不加爬，所以它前边不加爬，前两个一样。但是后边能加撒，所以就是前两个一样，过去式加个撒，过去式的第二种变化形式啊。再看一个词儿，这个词儿也比较常用，叫窄，混合。这个混合呀，我看咱们前边这个你看啊，你们翻回来66页，66页最后一句话，那个第8句话一开始窄拉拉你，咱们学了啊，是鬼是吧？窄是鬼。窄名词是鬼，你看到这儿呢完全一样，动词呢就是混合，把什么东西啊搅和在一块儿。你可以这个跟那个鬼啊这个联系着来记，就是名词就是鬼，动词就是混合，窄。它的变化也是因为有前加字啊，所以呢前边不能加爬，现为同行，后边加个撒，就是这种变化。变化很简单也好记，再读一下啊，窄
这好，还剩俩动词，下边一个是惊，就是惊恐惊惧的惊啊，吃了一惊的惊。读是怎么读呢？看啊，浊，完全读音完全一样。这个它的变化呢，就是因为有前加字啊，所以呢不能再加爬，所以那个前两个一样，最后一个能加撒，所以将来做了一个撒，变化就是这样。咱们再来读一下啊，浊，最后一个动词是囧，熟练，就是你这种手艺，这种活，这种什么你做的很熟练。这个它的变化也是，因为有前加字啊，所以呢它就是前边不能加爬，现为同形，后边能加撒，过去是做一个撒就完了，变化很简单。咱们再读一下啊，囧，我看啊，干脆咱们把前边的读一遍哈，这个读音，因为有一些读音还是不好记，读一遍咱们就休息啊。从那个饥饿开始啊，囧，好，休息一会儿。